第7章，此后我看见4位天使，徛伫地的四角，执掌地上4方的风，叫风无吹伫地上、海顶、甲树顶。我搁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，对日出的地上来，摕着永活上帝的印，伊就向迄个得着权柄，为伤害地甲海的4位天使，大声发着讲：地甲海搁树木，恁毋通伤害。等我印阮上帝正仆人的头遐，我听见以色列人中逐支派受印的数目有144000。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，流便支派中有12000，迦得支派中有12000，阿瑟支派中有12000，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，玛拿西支派中有12000，西面支派中有12000，利未支派中有12000，以萨迦支派中有12000，西布伦支派的中间有12000，约瑟支派中有12000，便雅悯支派的中间受印的有12000。此后我观看见有真多的人，无人会算起来，是对逐国、逐族、逐民、逐方来的，徛伫宝座甲羔羊的面前，身穿白衫，手握棕树枝，大声发着讲：愿救恩归互坐宝座顶阮的上帝，也归互羔羊。众天使拢徛伫宝座甲众长老，佮4活物的周围，伫宝座前面趴伫地呢，敬拜上帝，讲阿们。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能、大力，拢归互咱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讲：这会穿白衫的是一位，是对倒落来的？我对因讲：我的主，你知影。伊向我讲：这个人是对大患难中出来，捌用羔羊的血，将衫洗白清去，所以因伫上帝宝座前入眠。伫伊殿中侍奉伊，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因，因无过枵，无过喙焦，日头甲炎热也的确无伤害因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的确牧养因，带因到活命水的泉源，上帝的确拭去因一切的目屎。